那跟比较倒霉的人上床，他的衰运会转到自己身上。这有可能，不一定上床。你能跟他上床的话，一般关系匪浅了啦。然后突然不上床，是因为你觉得他很倒霉，这有时候跟天时地利人和方面有点冲突啦。不过你跟不好的气场在一起的话，是有这种说法，也不是道家说啊。那儒家也有讲啊，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那差不多那个意思啊。你比方说他做一些行业不是很正当，你跟他走久，或许会有鱼池之殃。那如果只有一次嘞，一夜情那个也有可能啊。后面就开始连倒霉，这个有这个说法，并不是没有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重礼节的礼，家里可能出一些什么事，我现在不干净，我不去你家了，我们家有事。你要出去玩，你就先不要找我。那是我们中国人很道理，跟坚守这种美德啦。我说的是以前，现在有去拜就不错了。有时候去那边拜完放着就走了，所以现在不怎么样啊。懂。